咁就講講香港嘅地產問題咧，即係咁樣香港嘅房地產問題。香港房地產問題咧就要由1945年開始講起。我哋香港咧，即係其實咧喺呢個日治時期咧，個人口咧就大幅度減少，因為咧就係唔夠糧食支持啊。即係日本仔咧就趕嗰啲人咧就係返鄉下嘅，啲糧食咧就係咧就入城市咧就得，出城市咧就唔得嘅。我爸爸曾經帶2隻雞蛋返鄉下咧，就要佢舉住隻雞蛋舉咗半日嘅，因為咧即係城市嘅糧食咧經常唔夠，要靠鄉村support。咁香港人口減到得20幾萬。咁樣戰後嗰陣時咧，就因為打過仗又冇修葺過啦，啲樓咧就好多咧就俾炸到一個個窿嘅，炸到一個個窿。咁嗰啲人就陸續翻嚟香港咧。咁我哋嗰陣人住一間舊樓咧，都係你係要負責裝修翻舊樓，俾鞋金，即係而家好似大陸咁樣嘅制度，啲租咧就唔係好貴。咁但係內戰咧就開始越嚟越多人咧就湧入香港啦。咁其實咧就去到呢一個1952年咧，就香港政府咧覺得頂唔住，因為原本個香港城市咧就係可以支持得100萬人到嘅啫。嗰陣時咧突破咗200幾萬人。咁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50幾年咧，就真係去灣仔嘅地方睇咧，就真係一家8口一張床，喺半空都吊一張床喺度瞓嘅。即係嗰陣時個環境咧係惡劣到咁樣樣。咁多難民走落嚟香港，咁啲屋梗係唔夠住啦。咁唔夠住咧，咁就起咗好多木屋區出嚟啦。嗰啲人咧自己就搭好多木屋區出嚟，咁你見到成個半山咧都係木屋區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咧，如果港英政府啊，即係從正確途徑，但係嗰陣時咧佢哋唔識得正確途徑，即係你放鬆少少，即係嗰啲土地嗰啲building鬆，呢個私人樓宇就自然會解決呢個問題，自然會解決呢個問題。但係唔係一嚟咧就開始租務管制，即係走上錯誤道路度。一租務管制嘅時候咧，就係變咗咧。你同租務管制咧，與租務管制同時嘅咧，必定唔能夠準人哋拆樓㗎嘛。因為咧，我管制你唔準你加租，你就拆 Q 咗佢，咁咪大 Q 喎，係咪啊？咁咧嗰啲舊樓嘅重建咧，就冚唪唥咧就 deadlock 住，舊區入邊咧就係重建咧係基本上係不可能嘅喺當初。咁於是咧就大量咧就成為呢一個木屋區啦。咁呢個問題咧一路去到50幾年跟住咧都唔解決，咁覺得木屋區。我哋開始即係韓戰之後，香港個局面定咗落嚟之後咧，咁咧佢就係香港政府咧就開始起公屋去疏散啲木屋區嘅居民，決定咧喺某段時期之後咧就要解決呢一個問題。咁但係咧，我就去過我個外婆嗰度住喺柴灣嗰陣時咧，就好多嗰啲臨屋區嘅嗰啲鐵皮屋，我知而家都仲有少少剩翻啦，即係咁樣，係大量先搬入去呢個鐵皮屋，然後咧就搬去公屋。咁啲公屋咧。即係仲係咧，即係好 basic 嘅，即係成層樓一個廁所嗰種。冇廚房冇廁所嘛。大家睇個獅子山下呢，都見到啦，喺窗口嗰度。石硤尾大火之後做出嚟嘅。係做出嚟。咁既然嗰個rebuild 啊係受到限制嘅時候咧，即係私人 sector 咧就唔能夠解決呢個問題。唔能解決呢個問題咧，政府咧就要幫助疏散最貧窮嘅人口嘅問題。咁呢個嚟到整嗰個。即係嗰個市民對嗰個生活嘅質素有一定嘅要求啊嘛。即係如果你唔能夠大量木屋區咧，尤其是最惡嘅，有好多嘢好大鑊啦。你長期木屋區當然就係治安，喺木屋區嘅治安好大鑊啦，成日打劫啊、非禮啊，你好難入去搞啦。第二又係販毒啦。嗰陣時喺蓮花山木屋區都成日開呢個鴉片煙檔㗎，即係咁樣樣，即係賭檔啊，即係呢啲。我經過嗰度，雞竇乜都有。好多咁呢個係變咗個 social issue。咁咧就係由於呢個石硤尾火災就被逼咧就開始起下公屋，咁呢個咧係對於呢個香港嗰個居住問題係有呢一個一定嘅幫助嘅。咁然後咧開始咧就逐步放寬呢一個拆舊樓啦。咁咧就拆舊樓咧就準拆，但係咧就作出一定嘅賠償。咁於是咧我哋就見到呢啲舊樓咧就開始咧就係慢慢拆。咁但係呢個時候咧，港英政府咧仲係應該點講咧？係見步行步嘅一個好 fundamental 嘅、好 basic fundamental 嘅政府，即係所做嘅嘢咧係最 basic 嘅啫，即係只求個社會盡量穩定一啲嘅社會，等嗰啲人咧就係即係可以喺香港即係比較上唔係咗個難民，但係呢個變咗一個長期嘅問題，你就要去解決嘅咧。初初以為一係香港好快解放，一係就反攻大陸，係咪？
我細個嗰時成日都聽見嗰啲人講反攻大陸㗎。打到出年嘅反攻大陸㗎，我啲細叔伯其實係即係咁樣，就可以翻去南京，即係過中秋節，即係咁樣講嘅，即係估唔到一住咗落嚟咁 Q 多年㗎嘛，即係咁樣。咁呢個問題咧，咁同埋仲有技術性嘅問題咧，就係當時咧就未曾有即係分契㗎嘛。我哋屋企咧就有幾個 number 嘅，就喺砵蘭街。後來咧我買翻啲鋪翻嚟咧，原來咁 Q 貴，我真係好鬼肉赤，俾我爸爸咧就爛到輸 Q 晒。嗰陣時買樓唔係買一間間即係 number 買㗎。一個 number 咧嗰陣時咧，我哋記得我哋買翻嚟好似8-9萬咁樣。係啊，咁你買賣要逐個 number 買賣嘅，咁呢個咪呢個 basically 都令到嗰樣嘢咧係困難嘅，其實係令到嗰樣嘢困難。咁呢一個咧其實發明拆契呢樣嘢咧就係霍英東發明嘅。霍英東咧就係起分層大廈，起大廈，然後咧就將佢拆契。嚟到分層出售，如果唔係咧，你以前咧起棟大廈咧，就只能夠成棟攞嚟出租，因為你拆唔到個契，咁你佢解決咗拆契，解決咗個拆契嘅問題之後咧，就可以分層出售。係佢發明㗎。係發明分期付款，所以霍英東係地產第一個發大達嘅人嚟㗎嘛。咁後來咧，因為暴動嗰度就係港英政府對付佢啊嘛，星光行唔供電，唔駁電話線，被逼賣咗出嚟。佢以後就唔喺香港賣地產，霍英東就。因為佢係鬥委會副主席嗰啲嚟嘅。我記得。俾港英運用政治壓力壓迫佢啊嘛。唔係佢有一排黐線到咧，星光行有幾個展覽館咧，專係展覽毛澤東嗰個紅旗牌都有展覽過，我睇過嚟。就咁樣唔嗰度嘢，佢起咗之後收唔到租。係，咁可以咁講咧，即係去到我有記憶嗰陣時咧，即係香港咧仲係好少新樓嘅，咁大家咧就將嗰啲舊樓。咁其實咧就係租務管制咧就變咗有一班受益人，我哋都係受益人。我記得咧我哋係150蚊租就唔準起租噶嘛。後來咧加成個 percentage 加極都好嬌少，個 basic 個數咧係好細。咁咧其實咧就一間房租俾人咧就100幾蚊㗎啦，即係咁樣樣。咁你包租咧就變咗嗰啲賺錢，其實就益晒嗰啲即係二房東咁樣做。咁好啦，呢個時候咧我哋呢個問題去到咧，其實咧去到暴動之後。呢個其實香港今日嘅香港咧，你就不能夠咧就不講呢一個麥理浩，即係出咗一個雄才偉略嘅港督計劃。係啊，10年建屋計劃，你知唔知啊？係徹底解決呢一個房屋嘅問題嚇，同埋呢個推出呢個居屋，即係咁樣樣開發衛星城市，即係咁樣樣。係啊，咁呢啲咧廉署呢啲冚唪唥係麥理浩搞出嚟嘅，即係話今時今日香港。有一個人嘅性格咧係 shape 咗呢一個香港嘅今時今日，就係呢個咧就係麥理浩，即係咁樣。呢個人係雄才偉略嘅，其實係。咁第一就係話將嗰啲，我記得我考 A.O. 都係問呢個問題，即係當前房屋嘅問題係要應該改進啲廉租屋啊、徙置區嗰條叫徙置區啊，還是起多啲啊？即係呢啲答呢啲咁樣嘅問題。咁就同步嘅起多啲 upgrade 嘅屋。然後咧舊嗰啲咧就慢慢拆建，即係變咗佢咧個 living standard 咧係容許，就將呢個木屋喺排期拆晒佢，然後咧就先搬入臨屋，臨屋咧就專再搬上去上樓，然後咧放鬆私人樓宇嘅重建計劃，分期咧就取消租務管制，然後咧就係咧因為咧咁咧你有啲買唔起私人樓宇嗰啲咧，就推出呢個居屋政策，開頭咧係幾千個單位嘅啫嘛，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一籃子嘅措施咧，就意圖咧就解決香港嘅房屋問題。咁尤其是咧開發衛星城市咧係最關鍵嘅，因為咧以前咧其實市區咧係多人過而家好多，今日市區啲人咧即係旺角啊嗰啲係少 Q 咗好多人，尖沙咀都少 Q 咗好多人，嗰啲人咧就去晒啲衛星城市住。我係睇住我啲同學一個個咧同我讀小學同嗰啲，嗰條友又去咗觀塘，嗰條友又去咗荃灣，嘅用公屋咧進行咗呢一個。簡直係進行咗即係中軍嘅政策，即係咁樣被逼。嗰陣時去到觀塘都好鬼遠㗎，係好遙遠。喂，我嗰陣時去呢一個，我記得我去荃灣啊，去成日嘅啫，即係搭船㗎嘛，佢搭車出中環，搭船過去，因為去參觀啊荃灣，翻嚟已經天黑啊，真係好叫大鑊，你知唔知？咁我哋睇住。咁呢個衛星城市係點樣起嘅咧？即係以香港政府嘅 limited budget 嚟講咧，佢咧就係用呢個
收地翻嚟，然後咧就俾翻啲 Letter B 嚟，即係將來咧就換呢個係地。關鍵嚟。呢個係關鍵嚟嘅，因為政府咧冇咁多錢咧去收 Q 晒你啲地，即係俾翻一張紙你應承第日咧就俾翻幾多尺樓地，即係咁樣。咁尤其是咧就係 Letter B，Letter B 咧係最緊要嘅。而家我哋見到嘅幾個大地產商發大達，永遠就靠 Letter B 擺佢翻嚟嚇，買嗰啲 Letter B 翻嚟。咁政府咧就推出一啲樓宇出嚟咧，一啲地出嚟咧，嗰啲新城市完成咗之後咧，就係咧就係專係 for Letter B 用幾多尺嚟到投噶嘛。咁嗰幾個大地產商當日咧就睇穿咗 Letter B 咧，就終於咧就會好值錢嘅。於是咧就係大量購入 Letter B， 係最戇居嗰個咧就叫新世界。鄭裕彤咧就話政府推出居屋喺香港做樓宇咧係冇得做嘅，所以咧佢就退出咗私人樓宇咧，就係好多年。所以新世界咧後來咧就淨起商業樓宇同埋酒店，結果咧就輸晒張。人哋咧喺新界用 Letter B。即係恒基啊、新地嗰啲咧係發大達，即係咁樣樣。第一城啊嗰啲，好犀利發大達。咁好啦，嗰個局勢咧，去到而家講到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去到嗰個居住問題咧，係喺度陸續喺度改進緊。但係每次如果嗰個租一起得貴嗰陣時咧，我記得我嗰陣時仲喺麗的咧。就全個社會又要求租務管制，嗰個租務管制咧係有一個 temporary measure 咧，係搞到最近先至取消嘅嘛，連嗰啲新樓都管制埋，即係咧結果咧，你投資嗰陣時咧，你大部分嗰啲人咧就係我應該點講啊？就係咧唔肯買住宅樓宇嚟到投資，因為咧收樓麻煩㗎嘛，只係嗰啲人咧真正投資人咧多數咧都係用呢個鋪位同埋呢個寫字樓。嗰個咧係直接反映個市場嘅，住宅樓宇咧就有好大嘅 restriction 嘅。咁於是咧政府嗰個 participation 咧喺呢個樓宇嗰度咧就越嚟越犀利。尤其是英國咧，香港根據英國行個 Crown Land System 咧，就其實咧就所有地咧都係政府嘅，即係佢咧係 lease 一段時期俾你嘅啫，即係個產權你冇個最終產權，個產權同埋個業權咧係分割嘅，即係分開嘅。咁政府咧就喺個土地使用上面咧就作出咗好大限制。如果啲農地一準起樓嘅話咧，即係嗰個地產市咪立即崩潰咯。所以呢樣嘢咧係要有一個補地價嘅過程。個 town planning 先係過到 town planning，呢度準有咁多人喺度住先。然後咧你咧就要過晒環保啊、交通啊呢個各種嘅問題啊、水啊、電啊，總之你行10幾個部門都 OK 晒啦。咁咧就準你去 town planning 申請個 plot ratio， 然後咧你就補地價。咁咧其實咧就要 ensure 個目的咧就係要 ensure 當嗰笪地方有人入去住嗰陣時咧，佢係有足夠嘅 facility 咧去 support 嘅。咁好啦，咁呢一套咁嘅政策咧，我哋見到係點樣咧？政府收咗好多嗰啲地翻嚟，然後開始咧發行緊，因為呢個7幾年開始，去到8幾年嗰陣時咧，就中英談判。中英談判咧，呢個中方咧就發現咧，就係英國佬咧就發咗好多 Letter B 出嚟，爭人哋咧1000幾萬尺地屋地，發起矛咗嚟，就唔準佢再發 Letter B。唔準佢再發 Letter B 咧，就要佢咧喺97回歸之前咧，將全部 Letter B 收回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唔能夠變咗爭民間好多債喺度啊嘛。咁變咗8幾年之後咧，就唔能夠再發 Letter B。咁我哋見到新界嘅發展咧，就有大路而無支路就係咁解。因為咧其實咧原本嘅計劃咧就開發咗啲大路之後咧，就再用 Letter B 收購啲路，咪起啲好似蜘蛛網咁樣散入去咯。而家你就算喺新界東都好啦，喺條大路幾十尺後邊就要爬山嘅，你知唔知嗰啲丁屋嗰啲咧係冇細路去，於是好多土地咧就焊死咗。其實咧就因為呢個中方懷疑呢個英方存心不良，就制止咗再進一步發行 Letter B， 仲係要收翻晒全部嘅 Letter B 添。咁同埋咧又懷疑咧就英方咧就係存心不良啦，就係咧賣 Q 晒啲地，到時咧等佢冇地賣啦。咁就規定咧就每年咧就50頃啦，50個 acre 啦。咁喺呢一個咁樣嘅問題，加埋上次我所講嘅就係呢個負利率嘅問題，再加埋香港嘅經濟起飛，民間累積嘅財富好犀利咧，同埋80年代我哋開始陸續翻去大陸設廠，即係賺翻嚟嘅錢咧就好 Q 多。
幾個 factor 下邊咧，我哋見到86年以後嘅樓價咧係狂飆啊！佢話86年以前你唔做地產唔緊要嘅，即係你86年做到92、93年咧，你就唔得掂㗎啦，其實就係。喂，淨係嗰幾年買樓就即係搞掂㗎喎。搞掂啦！我係喺呢一個